大家好，我係耶穌會嘅黃錦文神父。其實咧，即係有時我諗翻轉頭咧，我成個辨別聖召嘅過程咧，其實並不容易嘅。大概5年度咧咁樣樣。因為喺個5年裏邊咧，我頭嗰2年咧，我就跟一位耶穌會神父做辨別啦。咁但係後來又接觸方濟會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有收到其他嘅信息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我係參加過祈禱會嘅。咁有一日咧，喺祈禱會裏邊咧，有一個兄弟咧，完咗之後咧，佢好語重心長咁同我講，佢話即係主耶穌話你好似唔願意咁樣樣嚇。咁我聽咗之後咧，我就諗下究竟主耶穌想對我講乜嘢嘢咧？其實我係有少少咧，唔係好願意行呢條路嘅。我裏邊好似有一種動力要行呢條路。但係另一方面咧，佢係未必係最吸引我嘅，因為佢係有先知神恩嘅。咁我諗咧，其實就係主耶穌藉住佢咧，想講一啲嘢俾我聽。咁但係有一個經驗咧，為我係好特別嘅。喺1989年，1989年咧，我又去思維嗰度做避靜。咁我記得咧，有一晚咧，我就係臨瞓前咧，冇乜特別嘅。突然間我有一份好深嘅感動充滿我成個人我感受到咧，天父好似我父親一樣咁呢個我從來冇嗰種咁嘅感覺嘅，因為以前咧我諗起天父咧，我係其實有少少嘅敬而遠之嘅。個舊約嘅天主比較多啲啦，係會罰人嘅天主但係嗰晚我經驗到咧係完全唔同嘅。我經驗到嗰個天主係一個好溫和、一個充滿慈愛嘅天父佢甚至咧，佢容許我叫佢做爸爸。我裏邊有份好深嘅感動。我感受到我成個人裏邊咧充滿父愛，感動到不得了，感動到流眼淚嘅咁呢個經驗咧為我好重要因為咧原來呢個經驗後來反省翻咧係我內心一個治療嚟嘅。因為以前我對天主嗰種舊約嘅天主嗰種恐懼咧，其實障礙緊我佢障礙緊我辨別我嘅聖召咁經過嗰個治療之後咧，我對天主嗰個恐懼咧就完全治療咗所以天主為我嚟講係一個好親密嘅一個天主嚟嘅咁自此之後咧，我內心好喜悅